影片播放清单，歌唱影片资料库哦。这是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哈。那要怎么把它加入播放清单呢？你看那个时间要短的那个才是歌唱的，太长了，那个是综艺节目的。最好是有歌词的，知道怎么唱的啊。来看那个画面右下角，来点按那个影片的画面右下角，三个点，点按下去，等待它出现的咯。勾选